地方放上头，咱来看家己的溪口，咧推广传统的竹海艺术。那这几档嘛，因为有布袋戏剧团有进驻，所以有带动布景的彩绘甲红仔雕刻才布袋戏的产业链。为着要互这个所在文化会当复兴，这个社区当地人即马拢总动员，伊要用野台戏的方式来小解布袋戏甲溪口因果基地。大人甲囡仔伫庙口戏台顶练习。戏衫甲道具拢是利用砖脚找到的物件来制作，博演的嘛是在地溪口的故事，希望透过社区产业甲学校的力量，互在地囡仔了解溪口的历史。带咱地方的囡仔也好，就是咱的乡民也好，大家做伙来甲咱的这地方文化提升起来。外来游客。透过这个计划吼，更较熟悉咱溪口安尼。住在这个土地上，然后能够为这个土地做一点事情，表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是对孩子的人生跟溪口在地都是很有帮助跟意义的。嘉义县溪口乡为4年前开始推展地方创新实验计划，透过布袋戏剧团的进驻，增加更较多元的内容。因暗算伫这礼拜6礼拜要来做野台戏，向大家展现装脚的活力。从整个布袋戏的演出，然后包括一些道具的制作、舞台等等，其实溪口有非常成熟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者。那我们其实是希望用这样的演出来做一个带动。我们在整个都市化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和那农村带来很多的那种价值的那种焦虑跟模糊。那我们希望透过戏剧化，把这样子的价值，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反省，重新把它整理出来。乡公所表示，溪口有真侪传统工艺甲文化，希望透过社区规划团队的计划，唔但延续地方的文化，嘛，互外口的人当来认捌溪口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